各位花生友，今次我哋唔係講咩高科技爆煲，而係一個連生死都搞唔掂嘅 infrastructural failure。你知唔知而家喺香港要揾個位安置先人骨灰，難過抽居屋，平均輪候時間超過5年，甚至有價有市嘅私營骨灰龕位可以炒到成30幾萬一個。係，冇聽錯，一個放骨灰甕嘅石屎格子貴過好多市區劏房尺價。官方成日話會增加供應，乜乜紀念花園、海上撒灰，講到天花龍鳳，但現實係乜？現實就係規劃完全追唔上需求。香港每年死亡人數大約5萬，但政府同認可私營提供到嘅新龕位得嗰幾千個，個缺口大到呢個就係典型嘅政府規劃失當，同市場現實嚴重脫節。你起樓就話要諗交通配套啦，起骨灰龕場呢？啲官好似覺得啲先人識自己搭車去偏遠地區咁，完全漠視家屬拜祭要方便呢個最基本嘅人性需求。等我用個你哋一聽就明嘅比喻啦，成個骨灰龕供應鏈就好似你屋企個垃圾房爆滿，但管理處唔係諗辦法擴建或者清走啲垃圾，而係叫你將啲垃圾劏開、壓縮，甚至擺喺自己床下底。政府嘅所謂解決方案，正正就係咁滑稽。佢哋推啲綠色殯葬，講到幾有情操幾環保，但對於好多根深蒂固要保留先人骨灰、春秋二祭要拜山嘅傳統家庭嚟講，完全係離地。佢哋冇解決到核心問題，只係將個波交返俾市民，要你哋改變幾千年嘅習俗去遷就佢哋嘅規劃失敗。呢種思維同何不食肉糜有咩分別？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香港嘅骨灰龕荒根本唔係咩神秘技術問題，而係一個赤裸裸嘅管治同邏輯災難。連市民人生最後一站嘅尊嚴都保障唔到，規劃仲停留喺石器時代，見坑就填，唔識從人口結構同土地運用嘅宏觀角度去規劃，結果製造出一個極荒謬嘅現象：生無安居之所，死無葬身之地。呢啲唔係乜嘢高深學問，純粹係 common sense 嘅破產。跟風去炒賣龕位嘅水魚，同盲目相信官方說法，等足幾年都未等到位嘅家屬，某程度上都係喺呢個失敗系統入面，被迫參與一場極不人道嘅遊戲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